如果你喺江門被誤解得最深嘅樓盤，我覺得一定就係呢一度。首先，你會俾佢一期陳舊嘅外牆而誤導咗呢一個小區嘅環境，但係其實呢一個先係二期小區嘅真實面貌。然後你會被呢個樓盤多年嚟嘅負面消息而忽略咗佢270度嘅環幕光景，依山傍水，玉帶環繞。你更加會忽略呢個樓盤得天獨厚嘅地理位置，無論係去鳳崗區中心、北新區嘅匯悅城、利和、江海區中心、外海、白石正骨醫院、北街醫院，就算係連上高速都係只需要10分鐘嘅車程。再者，你更加會因為佢曾經嘅天價而誤會咗，其實佢現在只需要7字頭。你睇下樓下就係一中附小、機關幼兒園、演藝中心同埋虎山公園，從讀書到生活中嘅衣食住行，全方位都有配套。你睇下呢個光景，其實真係一啲都唔差嘅。其實我覺得點解二沙島會俾人誤會咁深呢？真係操盤失敗嘅，因為到現在好多人都唔知道，其實二沙島現在賣緊嘅2期，同埋之前2015年嘅時候開盤嘅1期，無論係小區環境、產品、戶型上，都係有所唔同嘅。你可以睇下呢一個望江景嘅4房，格局係好靚仔嘅，並且二沙島現在仲開發緊3期嘅4.0產品添。咁可以睇到咧，現在在售嘅95方到125方3到4房嘅產品咧，全部都係現樓在售噶啦。咁樣咧，你可以去實地現場睇到佢最真實嘅情況，可以避免踩坑啦。咁如果對呢個樓盤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喺我評論區入邊打二沙島，或者點擊下邊小風車，我將所有資料發俾你哋。關係思思，帶你了解更多房產思維。